後來，再來是基隆市長的選戰，民進黨的參選人董主委今仔日到台南，甲市長黃偉哲會面，雙方來做市情的交流。同一個時間，那邊兩黨嘛來召開着記者會，指控董主委日前所提出的客運增加班次的政見，根本就是抄襲着基隆市政府的政策，講董主委是咧掛豬仔尾。董主委的電話來反擊，講市政府是不是有用心來改善交通，市民上清楚。見面欣賞東地邊產，台南市長黃偉哲今日透早環境共黨籍基隆市長參選人董主委，兩邊分別以市長和市長的身份做市情的交流。我們當然有很多可以互相學習、交換經驗的地方，我們有許多可以地方政府的實際的這個執行層面可以跟基隆互相取經的地方。我們未來的整個交通建設、整個公車，把我們的文化節點、景點跟產業跟需求全部勾勒串聯起來。提出交通政見要學台南，就在黃偉哲甲董主委歡喜見面的時，那邊兩黨的基隆市黨部，同一天攏召開記者會，罵董主委客運增加班次的政見根本就是在咧修改政策。前一天早上才開記者會，來許願客運增班。結果市府隔一天依照既定的規劃，宣布2088C 路線增開班次，拿着你手上的那把鐮刀，連一滴汗都沒有流，就來割到尾。我想這樣的吃相真的非常的難看。那這樣就是剽竊別人的努力啊！也難怪市民會戲稱童子偉為收割金童。國民黨今天敢講，即馬開一場記者會，政策過長工就做出來，罵董主委利用政策公布前做救護家己，未輸市府市政府家己開記者會才採納建議。董主委定也嘛強硬回擊。比起一台車，基隆市民更關心的是謝國樑市長這幾年來有沒有建設，還是把心力跟預算都花在沒有效益的雙層巴士跟鴨子船。選戰後4個月開，基隆選情漸漸升溫，人入去政見高峰，攻防不斷。